長橋發力意思係離開自己身體好遠，甚至乎完全隻手同對方係零距離，係已經接觸嘅，都可以產生一個爆炸力或者一個攻擊嘅強度，就唔需要抽手拉弓，直接手喺邊度就由邊度起點打。李小龍喺香港學咗詠春拳，咁喺美國咧就教詠春拳。咁佢最初嘅階段就係意圖將長橋發力呢個概念話俾外國人聽，不過要翻譯成英文喎。咁佢最初咧翻譯成大致上係長橋 long bridge release power 咁樣，咁結果大家都可想而知係冇一個外國人明白佢講啲咩嘅，因為外國人係冇中華文化呢個根基概念嘅。不過佢好聰明，佢將啲字眼改一改，將長橋發力佢嘅性質大致上翻譯成英文講翻出去咧，外國人就可以明白啦。咁佢改成為 inch punch，inch 即係寸啦 ，punch 即係一個擊拳啦。意思就係好短嘅距離都可以成功產生擊打，唔需要抽後隻手或者拉弓。自從李小龍去世之後，因為佢太出名，所以好多人將佢曾經講過嘅說話或者練習嘅方法一編列成為紀錄。Inch punch 就翻譯成為中文嘅寸拳。其實當時李小龍咧喺香港亦都會提及過佢inch punch 喺中文嘅意思係點樣當然啦，佢個背景係來自詠春拳嘅長橋發力，但係 inch punch 嘅意思咧就係寸勁，就唔係寸拳。寸拳係根據英文翻譯成為中文，所以先成為寸拳嘅。轉馬發拳係非常容易而且明顯體現得出詠春拳嘅長橋發力或者寸勁嘅效果嘅。